请咱准备心，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咱请敬拜团引传咱来学了。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殿中，可以来敬拜他，可以来赞美他。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大有盼望的，在他的里面，我们的心可以得以平安。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着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着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蛮有能力的主，感谢你在我们的心里，因着你我们得以平安。谢谢你，我们现在也纪念主你的宝血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所受的刑罚，主啊，使我们可以因着主你得以自由。我们过去是被捆绑的，但如今我们已得释放。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这样感
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借我世上竟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主心只是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锁链断开我的自由，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我主允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失去，有主作为盾牌福分，我心不再畏惧。锁链断开我的自由，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锁链断开我的自由，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锁链断开我的自由，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天地都会渐渐飞去，但我主永长存。我的生命有主看顾，我永远属于你，我永远属于你。继续站立。这是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教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弟。
这2条戒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你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你若要相听，你若相听，众人要对遐，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第30篇。智慧减无得救，伊伫路边高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亲人啊，我叫恁。讲王德的人啊，恁着会晓得通达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对永远，对极起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掠着，小山未有的大声的在声已经生我。伊建立这个天，使伊权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即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担着听叹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这是咱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组织来敬拜你。主啊，当阮的生活中有工课，互阮的压力，有经济，互阮的紧张，也有世界变动造成的惊吓，种种的原因，造成阮心内常常的忧闷。当忧闷伫阮的心内诚做负担的时，请你互阮学习用学乐来驱散这个忧闷。阮人常常将阮的忧闷交托互主，但交托后，无偌久，搁倒转来到家己头壳内时刻，也是回转着这个事。主啊，阮因为阮的忧闷来寻找你，毋是阮真正真有信心，是因为阮已经无其他较好的方法。主啊，虽然阮的学乐真少真轻，但阮也是有准备一个空间伫阮的心内，希望你坐伫阮为你所准备小小学乐的宝座顶。主啊，你比阮忧闷迄件事较大，你比阮所想过上歹代志搁较大。阮无求主即刻来帮助阮，阮只求一件事，请你坐伫阮的心内，坐伫阮为你所准备迄条小小学乐的宝座顶，陪伴阮整理阮心中的忧闷。主啊，阮真心对心内来学乐你，请互即个学乐成做你伫阮心中的宝座，也邀请主你伫阮忧闷的时进入阮的心内。坐伫阮学乐你的宝座顶，互阮的心转向你，不再转向忧闷。只是阮将今日礼拜交托互主，恳求主，互阮兄弟姊妹伫今日礼拜拢通得到
你对天灵来的话，互忧闷造成的负担，因为这话来得到出口，也因为阮的儿乐，互主常常伫阮的心内。安尼祈祷，奉主圣名来求，阿妹。这是咱请圣乐队来演出咱的儿乐。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第二段圣经记载伫第4章第1节到第2节。兄弟啊，阮前就群恁，无用深沉的言语，也是智慧来对恁传上帝的奥妙，因为我决断伫恁中间毋知别项。只有耶稣基督顶十字架那钉，搁我甲恁伫咧的时是软弱惊吓，记错。我所讲所传的，不在智慧好听的话，实在伫圣神甲关联的阐明。要互恁的信，不在人的智慧，实在伫上帝的关联。若是阮
伫练达的人下中间讲智慧，独毋是即世间的智慧，也毋是即世间才会要废无的掌权的智慧，是讲上帝奥妙中的智慧。前所隐捌的，就是上帝伫万世代以前所大声定着，互咱得到荣光的即个智慧。即世间掌权的无一个知，若知就无从荣光的主定十字架。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囝仔所备办的。但是上帝用信心，甲咱显明伊，因为信心透彻万事，甲上帝的深奥。第二段圣经节，第4章第1节。人若掠咱的基督做册用，做上帝才会奥妙的管家，佮所望伫管家的，是爱得伊尽忠。这是咱请兄弟姊妹咱做伙用华语来读一摆今日的经节。咱因为较长吼，我想讲1到33到67、8、9、10，然后我们把它1、2、3先念完以后停顿一下再，我怕太多，太长的话会乱掉。好，那我们开始哈，弟兄们，那里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时，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是你们信不靠人的智慧，而是靠神的大能。然而，在成熟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人的智慧。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的深奥妙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智慧，今世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若知道，他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人应该把我们看为基督的执事，为神的奥秘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以上，这是咱请业长来为咱证道。亲爱的姐平安。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神的奥秘式的管家。我们一起献上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在你的殿中唱诗歌来赞美你，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佫念一遍吼，台语读一遍，国语读一遍吼。人就掠阮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遮的奥妙的管家。佮所望的管家是爱得以尽忠。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我们知道我们是奥秘式的管家，第一个重点就是宣传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有哪些呢？有第一个就是创造宇宙这个奥秘，
第二个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那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他在我们当中，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呢的罪可以得赦免。所以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才是最后的重点，是预定我们得荣耀，以后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看神奥秘是创造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十字架复活永生的奥秘，还有耶稣基督医病赶鬼这些奥秘，让我们身心灵在世的时候，身心灵都能够全然健壮，然后在以后呢，我们可以进到永生的国度里面。这个是神的奥秘术了。所以他说，保罗讲说，他不是用智慧的，不是跟人家辩论辩那个用哲学用这些，不是，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神的大能。那我们看这个创造的奥秘我们在诗篇里面有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讲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到达穹苍。第一讲，这天讲起上帝荣光啦，穹苍传扬伊的手所做的工。只是到迄日发出言语，这暝对到迄暝传出灾难。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些宇宙的现象，都是在什么？在讲说神创造的奥秘神创造这个有多大？我们在台北市大概很少看到了。你夜晚的时候看到什么都没有你如果到那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的时候，你看到满天都是星。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比天要像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多少呢？海边的沙有多少？说天上的星星比海边的沙还要多了。你会相信吗？我们一定不相信了。但真的是天上的星星比海边的沙还要多。那我们看这个是银河系的，银河系说大概有多少？有1000亿到4000亿颗的恒星。我们知道太阳系就只有一颗恒星太阳嘛。太阳大概可以容纳地球要几万个有这么大一光年，所以我们说我们到太阳系到银河中心大概27000光年了，27000光年就是从我们太阳系到那个银河中心，那一光年大概多少呢？大概9兆4600亿公里不是9兆4600亿亿公里。所以用客机的话，你又搭飞机的时候要搭多久呢？一光年大概要搭100万年了，大概要搭100万年。所以那个奥秘实在太大了神创造这个宇宙。所以我很喜欢到那个高山去看那个星我看到之后就那个赞叹神创造的那个伟大。那我们人呢？人在地球上，地球圣经讲地那我们地球像一粒的微尘那不是沙啦，还不是一粒沙，微尘微尘一粒你不太看得到，没有错了。在宇宙当中，我们大概像这样。而我们上面有70-80亿的人口，我们是其中一位。那我们怎么会了解这个神的奥秘？其实我们没办法，人到现在都还出不了太阳系所以神的奥秘，所以神才会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才会一直叫我们看这一些。所以保罗讲什么？保罗说神的本性原显明在宇宙之中嘛，原显明在之中。但是我们呢，不愿意去理解，不愿意相信这个道成肉身十字架复活永生的奥秘创造宇宙的神，因为看见人跟神分离了，因为犯了罪嘛，所以他就从天上派他的独生子来到地球上，总共3年半的时间。所以那一道光一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刚读那个启应文也是一样，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那个光呢，就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那个光来了，那我们如果接受它呢，就可以进到永生的国度。所以只有一个信
不是你可以做什么，可以达到，可以进到永生。因为你看我们像这个一朵花，你都没办法造出来啊。到现在 AI 都厉害哦，怎么样弄都没办法造出一朵花来。哦，所以我们唯有相信了，相信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只要信就好。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讲都加做肉体啦。哦，踮伫咱中间有恩典跟真理满满，恩典跟真理充满了我们。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见过以后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很简单，只要接待他，信他的名，我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所以创造宇宙的神将那个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只要信就好。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他做什么，不需要了，我们没办法，我们也没有那种能力。所以保罗讲说，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的学问非常有学问的，他是加马列的学生嘛。所以他讲说，其实他是法利赛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但是后来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以后，他说他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在罗马书讲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凭借显明，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所以耶稣的血已经流了，你信不信呢？你不信的时候就没办法显明神的义，所以你就要信就好。所以为了赦免普天下人的罪，神差他的独生子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当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彼得也特别讲啊，彼得讲说神的命令是什么？神是怎么样？神就是他的命令，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受死，然后我们信他，然后呢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是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有教会有线上灵修嘛？线上灵修的时候，阙美牧师讲说316布道法，316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一段嘛，刚刚我们念的。所以他讲说，一开始神跟人是在伊甸园里面，那可以就好像在永生里面一样了。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被赶出了伊甸园的时候，所以人就会死了。圣经在创世纪讲说，神的灵不常在人的心，上帝的灵不常常在人的心内，因为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所以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所以耶稣讲说怎么样？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借着他，不借着他没办法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唯有借着他。所以彼得讲说怎么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除他以外，所以人用什么？用行善。我们有很多宗教会用行善，所以很多人讲信基督教嘛，同款啦，拢在教人行好。其实不一样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还有用宗教、用学说，有很多学说，还有用科学。科学看看怎么样可以在外太空里面再找到一个星球，人们可以移到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长生不老。或用医学，我们知道秦始皇也在求那个长生药嘛，但是都没有办法了。或者用功德的方法，积功德或者修行修炼的方法，这个都有限了。因为我们看到一光年就那么远了，你要超越这个宇宙，哪有可能啊？所以那个李正龙直牧就讲说，他以前在慈济的时候，他研究佛经非常透彻，而且印佛经到处去送给人家，因为想要很多人可以怎么样成佛了，
他跟我讲说，那要成佛大概要多少年呢？要600万年以上了，都轮回了。600万年。后来他读到圣经的时候，那个正信教牧师送给他一本圣经呢，他说他大概花2个礼拜把它读完了。读完以后他就受洗，他讲怎么样？他说不要轮回啊，信耶稣就可以进到永生的国度，让脱出轮回，脱出了这个轮回就可以进到永生，所以他就到处广传福音了。本来是传佛教了，会变成传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就他看出了这一些用人的方法要达到那个永生的地步是没办法的，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因为创造宇宙，我们要拖出要跑，你驾驶太空船要离开那个太阳系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现在最多就是到月球了，还没有办法到其他的星系啊，所以根本没办法了。所以再来，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他医病赶鬼的奥秘。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他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超越了这一些嘛，所以他可以把那个生病的把它治好，瞎子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那个已经死了的人可以让他复活。我们可以看这一些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让我们知道呢这些神迹的目的，就要让这些人呢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全。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这个奥秘。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奥秘，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想说耶稣这样，是不是现代人也有这样？也有啊，也有人有那个医病赶鬼的能力，确实有。我有讲过，我们贵高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人被那个邪灵附身了，他早拢会添大家乐嘛，按刀的用那个三太子底下来摆三太子结果那个三太子那个邪灵跑到他里面去，不是神经病他是正常人，但是他说那个邪灵进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说好像心被人家抓住一样不是在那一个，有的时候跑到他太太去，有的时候跑到他父亲，3个人这样轮流。所以刚好邻居有我们教会的会友，他说听说恁有法度赶鬼到门呀。那个时候教会没有牧师了就说好，我们禁食祷告，大家禁食祷告，请他到教会来，把那个邪灵赶出去了。那个邪灵赶出去的时候，就像什么圣经所写的一样那个人就躺在地上一直打滚，然后一阵风这样出去。那个人现在还在还有到那个 Good TV 上面那个真情部落格那边有做见证那个人现在还在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神迹奇事了目的是什么？让这个家族整个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这个我有讲过。后来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刚好碰到怎么又跑进去了？那个邪灵又跑进去了，现在又跑进去在礼拜，大家奇怪，礼拜堂还会跑进去。后来大家赶快停止为他祷告。后来问他说：“为什么邪灵会跑进来？”那个会出声音用那个小孩子的声音讲出来，说什么呀？让来猛禽的时那个金牌你没有还给我你把它藏起来了，把它藏起来。后来问他什么人怎，因老爸讲我都唔敢怎提去藏咧啦，想要提来卖安尼啦。后来又把它融掉，把它丢掉，把它埋起来，就再也没有再进来了。这个是确实我看过的我看到他在里面那个在礼拜堂里面那个邪灵就进来，后来赶出去了。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了，我父亲有去，他就讲，他说确实跟那个完全一样这个奥秘再来我们看说保罗说，他说他没有用那个智慧委婉的原理，乃是用圣灵跟大能的明证。不是智慧，不是跟人家讲这些了，不是。但是他说在完全的人，在成熟的人大家讲年代的人伊嘛讲了，所以他罗马书的时候就是跟人家讲这些罗马书他一直在讲的时候，就是讲说神的奥秘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再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彼得嘛，彼得跟约翰的时候要到美门那个地方进圣殿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看着他，想要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嘛，所以
彼得怎么讲呢？我经文我拢无啦，我所有的互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互你起来行。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走，所以那个人就好了。说跳起来站着又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了。等于讲行跳阿罗上帝，一个人躺在那边，一辈子躺在那边，突然好了。你说，如果你是你的时候，也一样啊，会边走边跳边赞美神。结果是什么？这个是神的大能，让人家知道说耶稣基督了。要不然彼得后来也要被钉十字架了啊，保罗一样被砍头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大能就临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路斯德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说有人呢生来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讲说：“你起来，两脚站住。”那人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众人就用吕高尼的话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就知道，他把那个巴拿巴当宙斯啊，所以要拜他。结果保罗说：“不是，我们只是人，我们只是人。”所以这个用神的大能，就是要让那一个地方的人知道明白耶稣基督，在传讲耶稣基督了。所以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知道那一道光来的时候，我们要进到那一道光里面，那个原来的源头就是天堂里面去的时候，你靠着行善或者宗教或者修炼科学、医学、哲学这一些，其实都没办法，因为那个差距离实在太远了啦，太远了。所以唯有就借着耶稣基督了。所以他讲说，我们传天国的福音啊，传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做挽回祭。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不是一下子就把他全部人就让他可以进到永生的国度就好嘛？但是我们知道，人犯了罪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什么？唯有血能够洗清这个罪。所以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所以做挽回祭，挽回我们跟神和好。所以后来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赐下圣灵。所以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神奥秘的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讲这些的时候，人家也说你在讲慢个，好像在讲卡通一样也会不相信。没有错了，每一个时代都一样唯有神透过神的大能，在一个人的心中，或者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时候，常常都因为什么？因为生病，然后神的爱就临到这个家族里面。所以他说：“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了，是从神来的。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然后使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以为愚拙。”所以有很多人会以为，你是愚拙。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想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那个发明微积分的两个牛顿跟莱布尼兹这两个都相信了。牛顿还一直在写那个但以理、以西结跟启示录的注解那个莱布尼兹呢，他非常有名，不是因为微积分，乃是因为他写了神议论神议论莱布尼兹。那我们知道那个电磁学那一些也一样，都是相信耶稣基督了，这些科学家了。所以他是因为圣灵叫他们知道了这些奥秘的事。这个地方保罗讲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珍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跟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这是他在亚基帕王前面这样讲。所以彼得讲说怎么样？彼得讲说，咱都要准备便便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分诉，像保罗一样在亚基帕王前面来分诉了。人家控告他的时候，就在那边分诉。准备便便了，准备好，我们要准备好。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道传给百姓跟外邦人。所以保罗这样分释，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所以那些王看到他一直在讲这些的时候，说：“啊，保罗，你起笑啊，你癫狂了。”保罗说：“我没有癫狂了。”哦，保罗说：“阿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的，因为亚基帕王他是娶了那个大祭司的女儿嘛，所以他们知道他相信的。所以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我便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少欠多欠啊，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都要像他。’所以保罗到处去传，即使生命有危险，他也不怕。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提到三重天，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再也不怕，因为知道他以后必定会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必定会到那个地方去。最后我来讲这个宋尚节跟蔡天赐。宋尚节是我们知道他在1936年曾经到台湾来布道，那个时候918事变已经发生了哦。所以他来这边的时候，日本人当然会害怕，想说那个时候日本跟中国有一点要打起来了，所以怕说他来的时候会不会煽动台湾人反叛日本人，所以规定他你来可以，但是你不能按手祷告。你来可以啊，不能按手祷告。所以他在台北、台中，好像还有台南3个地方有开布道会，都非常多人，非常多人。底下这个蔡天赐呢，是内湖新生教会开拓的一个长老。我讲这2个人的关系啊。宋尚节他来布道的时候，蔡天赐呢，他母亲呢，那个时候守寡，那个时候他5岁了，但他母亲已经守寡了，因为4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总共有5个小孩嘛，他们家有5个小孩，他母亲有气喘病了。后来呢，那个肚子又胀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肚子胀起来，给医生看，医生说：“那没有医啦，没有医啊，没办法了。”没办法的时候，他的那个蔡天赐的舅舅就来跟他讲说，你说阿姐啊，听说从大陆有一个牧师来，有一个博士，他讲说有一个博士宋尚节博士是一个化工博士。他曾经回到中国的时候，把那个他得到那个金钥匙啊，他在博士的时候第1名毕业嘛，所以有金钥匙，把他丢到海里面去了。他说他回来不是要赚钱，也不要做其他，是要传福音的。我稍微讲一下宋尚节他读协和神学院，他那个化工博士得到以后，又去读协和神学院，在协和神学院，因为协和神学院是新的，就是新的神学了。讲新的神学，所以一定用科学来解释。科学不行的时候用心理学，心理学不行的时候就说那是神话，那是神话。结果宋尚节呢就直接跟他讲，你们根本是魔鬼，不讲神的话乱讲一通了。他直接就跟那个院长这样讲，结果院长跟他讲说你应该休息了，就把他抓到那个精神病院去关了193天。关了193天，把他当精神病人了。他说他193天，他就把那个圣经呢读了40遍，用不同的方法读了40遍了。他说那个神真的让他重新体会到神话语的那个重要。那其中有一个讲到五饼二鱼啊，他说后来读了以后，他说五饼是什么？说五官呢，五脏啊。二鱼呢是2颗眼睛了，2个耳朵了，2个鼻子了，2只手，2只脚，这个是都要什么？为神所用啊！五饼二鱼为神所用，他说这些都要为神所用，他就特别这样讲。后来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后来台湾就教会呢就去申请他到台湾来布道，他就来了。来了，刚刚有讲那个蔡天赐长老那个时候他还5岁嘛。他舅舅跟他母亲讲说：“你要去了，去看看，看会好不？都4号做外好拍，第一讲4号做外好拍，看会好。
他母亲说不要，我们拜那么久了，怎么可以再去信那个基督教？我不要。他就讲说，你有5个小孩啊，我有7个小孩啊，你要是死掉以后，12个小孩我没办法了，我没办法，我一个人没办法，因为他在卖遗产呢。他说我没有办法，所以他母亲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就去试看看了，啊，但是没有钱可以搭车到台中去啊。所以他说他舅舅讲说，他卖雨伞存钱以后，再买车票，买2张车票，就是他母亲跟他舅舅买2张车票到台中去听宋尚杰博士的那个布道。结果去的时候他很难过，为什么？他说不能按手祷告了，不能按手祷告，那我来了有什么用呢？哦，所以他就很难过啊。但是他看到说有一个人哦，因为脚不行了，身体有残障，用爬的进去，结果布道会完的时候，竟然用走的出来了。他有祷告了，但是有时候有生病的人，我为你祷告。那个祷告的名字宋尚杰在他的日记，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记哦，总共有3000多人哦，每一个人名字都有记哦。后来他的日记出现的时候，文革的时候被没收了，后来还给他们的时候，上面都有来台湾这些人的名字也都有记载。结果他说他祷告，他这样的时候哇没有好，但是他看到有人好了哦，他就没有好。那个时候已经10点多了，快11点的了，说没有车子了，没有车子可以回去，所以他就走到那个他舅妈的娘家去住一晚，走很快啊。他说他母亲本来有残足了，有拔卡，后来把他放掉以后走路哦，还是没办法很快，但是为了赶快走去那边了，所以就走很快。后来又走到他娘家，隔天早上一早又走到他娘家去，就走到他娘家的时候，他母亲呢，这个蔡天士的阿嬷外婆跟他讲了，你巴肚那消呀，你肚子怎么消了？原来一直走了，他也没有感觉，只是知道说怎么裤子一直要掉，一直把它绑紧。结果他消了以后，他就讲说，真的有神。他母亲讲说，真的有神。我们全家从今以后要相信耶稣基督。后来他全家归主，他舅舅也归主，他们全家归主。后来他其实他不是日了。哦，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他不是日？他到8岁的时候要入学，7岁的时候要入学嘛。他母亲讲到咱没钱啦，你别读啦。伊讲好啦，没有钱嘛，不要读书，那就不读。等到12岁的时候，他说你12岁了，你可以去帮佣了，到有钱的人家家里去帮佣。所以他就到一个有钱的人家家里去帮佣，也没有读书嘛，帮佣6年了。就是好像我们读初中到高中一样，6年在那边帮佣。他说帮佣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光复了，刚光复的时候也没有老师教啊。这个有钱人家的家人呢，就请了一个教汉文来教汉文。他说他白天因为去放羊放牛了，所以晚上就偷偷的在旁边听了。听了以后，他去放羊的时候就在沙子上面练习写字了。后来他汉字会。这个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那个欧阳牧师啊，欧万德牧师也是那个时候刚光复的时候，就在我们教会教汉文，所以很多人去学。所以我父亲本来是读日本的小学，他也会汉文啊，也会读，也会都会啊。这个后来他那次他们家他就在那边当长工，到了18岁的时候，他就搬到台北来。后来在新生教会聚会，后来他讲，他就一直有那种感动，一直要开拓教会，就讲说本来要在大直了，因为大直那边他们的信徒不多，后来就改在内湖，就在内湖设立的内湖新生教会啊，新生教团的内湖教会。那我们看出来，这个是一个神的奥秘，借着一个人的生病，那个拯救就临到这个家。那个宋尚杰呢？我在想啊，宋尚杰被抓去精神病院的时候，一定会问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一定会问。但是后来神给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确实宋尚杰有医病赶鬼的能力。
所以他也在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非常多人的信耶稣，就大复兴了，大复兴。宋圣杰他父亲也是牧师，是福建乡下的一个牧师了，乡下一个牧师，所以其实也很穷啊。但是他后来到美国，他说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多少钱呢？6块钱了。他到美国去的时候，不是说真的去读书了，没有。他一开始去一共什么工他都做了。暑假不是暑假的时候，他也什么工都做。暑假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经济不景气他只好去做什么 party 啊，打铁匠啊，打铁匠。所以他就后来就身体就有一种病了，就是痔疮了常常会流血，后来也会因为这样去世。他说他可以医病赶鬼，但是他自己呢，身上那一根刺呢，神都永远跟他留着。他就特别讲说，他跟保罗一样叫他谦卑了。所以我们看他来照相的时候，用红线画的那个就是宋尚杰牧师。那个时候你看照片就是那么多人了。这个是在台中的时候，在台南也一样，在台北一样，其实都非常多人参加了，非常多人参加。我讲这个就是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神的奥秘的事领受了以后，你就会想要去传；领受你就会想要去传，尤其经历过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去传。所以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咱三个来祈祷。主殿内悲愿的上帝，愿做过一摆通过保罗的培训，愿在你奥妙的教示。主记起你，互阮常常会来思想，会来将这个奥妙的事物来传给别人。愿感谢你，快速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启立来吟圣诗535首。小心。
请坐。这是咱准备心内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诗。这是咱来吟上吟387首。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这是咱接亚弟落来为咱祝祷。所以，人，阮的上帝，阮搁一摆伫遮献上阮的感谢。阮感谢你，找耶稣基督，为着阮来顶十字架死搁活，也将圣神赏赐互阮。做阮求你的灵伫阮的心内，互阮明白即个奥妙，也互阮诚做即个奥妙的事，来传讲即个奥妙的事的执事。做祈求你加添阮的气力，互阮将福音来讲传。所以，阮也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每一个人，互阮灵魂体拢得到勇敢。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人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本日小组的分享是《列王记下传》第10章第18节到16节。本日中午1点，夫妇团契、夫妇女团契特别邀请侯长老来分享心灵的保养，请会友留步参与。8月1号9点到12点，伫济南教会举行2026年7星中会财务研习会，请书记财务同工踊跃参加。全教会趣味运动会决定伫8月16下晡1点半伫松花区民活动中心举行。为着准备点心甲分组请伫8月9号进前来报名。
顶一期抄写圣经充满我已经验证完成，放伫招待处，请遐这自行带回。德仁友善职场伫7月30日9点到下午5点，伫台北生技园区举办父子红利的隐形杠杆专题，欢迎遐这拥有参加。详情请参阅布告栏。8月份的中职是南庭长老加泽文执事。本周新安宫读经的进度伫列王记下传17章到23章。这是咱来祈祷，咱请业主来引传咱来祈祷，希望借着咱的祈祷，互所有需要的人得到主的帮衬甲祝福。特别为着即个社长的一家，甲简国华、邱文英夫妇身心灵来祈祷。另外，这个贝亚听讲有下周要回到法国，那我们也祝他替他祝福，那为他祷告，让一路平安。希望下次回到台湾可以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谢谢。谢谢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在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祈求与感谢。主，我们首先感谢你带领贝雅他到台湾来，主啊，你保守他的生活，他的一切。如今他要回到法国去，求你看顾他，让他回到法国的时候，可以得到你的帮助，在你的爱中生活。主，我们也将谢美总长老他们全家、简国华他们全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看顾，让他们一路所行的都有你跟他们同在，没有偏左偏右，走在你的道路上。主，我们求你保守看顾、医治生病的。主，我们特别为林牧师娘祷告。求你看顾他，因为他的腰跟脚的地方会痛。求你透过针灸，透过医生的手得到医治，因为你是有医治全能的神。主，我们求你保守看顾这些年长的没办法到教会来的、来礼拜的，主啊，求你的灵跟他们同在，让他们的心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得到喜乐。我们特别为宋老师、为保留姐、为柯秀慧姐妹、为欧孙淑妍姐，主啊，求你看顾他们。一切生病的、精神遇到难处的、经济遇到困难的，我们也求你扶持、帮助、医治。我们感谢你，祷告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麻烦业长个为着咱今仔小组的圣经节，甲咱分享一下伊的心得。今仔唔免嘛，好 ，OK， 好，咱今仔礼拜到遮闭会灭岛，请信乐队来为咱唱祝歌。诚如我们的刚才贝雅，下礼拜就要回到法国。那我们圣歌队愿意把这个愿上帝祝福你这条歌，祝福你，特别祝福你回到法国，就像我们在这家一样，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好，我们来上。